我哋今日會講 Oliver Tree 死亡事件，同佢死之前去南極拍嘅有關外星人嘅紀錄片。Life goes on 到某一個位，都唔知會唔會有一日你飛去巴西，你架直升機突然撞咗，然後你同其他5個人一同死亡。呢個似歌手 Oliver Tree 會講嘅一個笑話，但6月14號真實發生喺佢身上。因為過身咗嘅32歲美國歌手 Oliver Tree，即使簽咗大唱片公司，佢歌 MV 形象演繹用 meme 可能性去設計佢一舉一動。例如呢一度啦，佢做下 podcast 會掹一啲食物出嚟開始食，亦可能因為咁樣，佢嘅直升機死訊傳咗出嚟之後，好多人認為係佢一貫嘅做事作風，直至喺 CNN 巴西同一啲大型新聞報導後，佢娛樂圈班朋友同各界粉絲先接受。當日 Oliver Tree 喺巴西 Rio de Janeiro 巡迴演唱 Love You Madly Hate You Badly。6月14早上9點喺住宅區 Recreio dos Bandeirantes，架直升機與對面另一架直升機相撞，6人死亡。Oliver Tree、YouTuber Gasper Prem Gaspy， 亦有 Lucas Frota 音樂監製、Lucas Vignel 導演同2架直升機各自嘅飛機師。which is 有啲人覺得好奇怪嘅地方係 Oliver Tree 佢哋架直升機有5人，但另一邊撞佢哋嗰架直升機只係有1個人，機師 Charles Marcellic， 好似佢係特登自殺式撞死佢哋一樣，令人話係唔係根本一個謀殺行動？但邊個會願意咁樣自殺式去撞死一個歌手呢？到陰謀論話有一個片段係 Oliver 死之前拍嘅。喺 IG 上，佢一直斥責舊唱片公司 Atlantic Records 唔俾資源、唔俾宣傳費，所以 Atlantic Records 就行動。而 Atlantic Records 其實唔係第一次有歌手咁樣去世。另一個講法就係根本係一場假死，真係大型惡作劇啊！被抄出嚟係佢話喺自己 MV 中有多次扮死或者以死人嘅姿態有出現過。當然今日會有人覺得係好詭異，甚至傳出佢有預言咗自己死嘅意味，但亦話佢係用 MV 一早講咗整個計劃俾我哋聽會假死。咁但係佢點樣去收尾啊？其實2個真假死亡可能性都進入今日影片關鍵 signs 跡象。跡象嘅官方定義係表露出嚟但唔特別明顯嘅線索。跡象就係話 Oliver Tree 有拍過同直升機有關嘅 MV， 但其實佢最後一個公開訪問亦都係跡象 alien 跡象。好似我哋尋找 Oliver Tree 事件跡象嘅時候，會跟現時最多人揭秘嘅外星人有一啲離奇嘅巧合。譬如佢嘅製作公司啦，叫做 Alien Boy Productions 啦，呢一度佢講去尋找7個外星人基地，係搞笑定係認真㗎？佢哋話係呢一條片令到佢俾人殺死。好多時候講 UFO 證據只可由跡象可見，所以唔會將一隻真正外星人擺喺你面前俾你解剖啊。所以佢揾外星人基地，而去南極揾外星人基地嘅呢一個紀錄片，加上 Oliver Tree 半搞笑半認真時拍到外星人嘅機率根本係0。但 Oliver Tree 嘅死亡真相咧，反而由呢個 Oliver Tree 南極外星人死前2星期先俾人揾到出嚟嘅紀錄片，令到佢現時嘅死好似多咗一層解釋。由跡象可以睇到，所以我哋今日就了解 Oliver Tree 事件、南極外星人同地心世界嘅可能性。我記得我首次聽到呢一段新聞嘅時候，我係喺街度，跟住我即刻係覺得佢係一個笑話。之後我用最直接嘅方法去了解件事，相信咗之後就拍咗一個會員影片，係講 Atlantic Records 佢哋之前有個女歌手都係咁樣嘅災難去死去，同埋佢哋有一個咁樣嘅歷史，就用最直接嘅方法去拍，唔會覺得會有續集。直至到我睇到喺 Twitter 上邊6月20號用戶 Dog Knight 講咗個好有趣嘅事， Oliver Tree 死前嘅2星期舉行咗一個首映，係一個未曾推出嘅紀錄片，唔知係 for 巡迴演唱定係獨立項目，係 Oliver Tree 2023年期間喺南極逗留300日嘅一段紀錄片，係用意去尋找 UFO 外星人基地同逃離冰場進入地心世界 Agartha 嘅偽紀錄片風格。佢嘅跡象未必揭發到啲乜嘢陰謀，但整個2小時係出現太多巧合、太多跡象，也許解釋到今日佢嘅死亡。
嗱，紀錄片一開頭，我哋就被介紹呢一位主持直播參加 Oliver Tree LA 一個小小場地嘅南極紀錄片首映，話用咗300日喺南極做音樂，而大前提其實唔係揾啲乜嘢外星人嘅。首先訪問一個叫 Andy 呢位朋友，係一個幾出名嘅直播主，之後陸續有女 comedian 啊、其他名人，甚至女主持本身都係拍搞笑片，就知道呢個首映係俾荷里活 Inner Circle， 唔係俾一般觀眾。到 Oliver Tree 到場禁止女主持拍攝，但佢哋成功入戲院。Oliver Tree 開場前喺大銀幕度話唔可以播放，要用電腦播放，但最後都係用大屏幕，睇得出玩味好重。佢呢個 One Man Band 369日紀錄片其實係一段嘅偽紀錄片。若果唔係，你點可以去南極去拍攝啊？世界上其中一個最隱蔽嘅一個地方，一定要用笑mockumentary 先至做到。到玩一個好長嘅開頭啊，或者戲前廣告有食物、梳護髮素，有 M&M 一罐自嘲 Ugly is Beautiful 香水，玩車彈。其實都有一個疑點係呢一個 Meditech 廣告。嗱，當然 Meditech 係一個假嘅公司，係 Oliver Tree 自己創造出嚟擺喺呢一度嘅。但係佢呢個三角形嘅符號，佢話係要製造一啲假藝人，塑造一啲嘅假形象擺喺啲平台上，身份啊都係唔係真嘅，而係根本上就係冇 Oliver Tree 呢個人。呢個看似輕描淡寫無關痛癢嘅戲前廣告，係咪就係將 Oliver 佢嘅命運一早笑住咁講咗俾你聽呢？係講一個欺騙大眾做一個假人甚至假死嘅真相，但係佢係笑住同你講呢一樣嘢。而呢個 Meditech 創辦人出現嘅時候，係整個戲院全部吸咗一啖氣，叫 Ron Johnson Van Swanson， 話係製作公司 Alien Boy Records 真正 CEO， 話你嘅樣子重要過音樂，因為我哋公司可以買 view 啦，買 engagement， 要做一個 industry plant 扶植藝人非常之容易。而 Oliver Tree 正正就係扶植藝人，意思係大眾以為佢因才華出眾，自己作曲作詞被我哋簽，其實歌曲話係佢自己寫，其實全部係假手製造出嚟，係我哋喺背後揾幾廿個人幫佢做，佢想參與都難，佢一句聲都唔可以出，甚至連佢嘅性格都係由我哋嚟決定，佢嘅真名、佢嘅身份、佢點樣長大、佢嘅父母係邊個，全部都係假。佢被放到呢個位置，可能因為佢根本就係一個有錢佬嘅其中一個仔，而最後話，所以我哋任何一刻都可以毀滅 Oliver Tree， 佢只係個角色。當然佢係笑住講，然後出梯圖。到300日喺南極都係笑住過啦，話 Oliver Tree 嘅祖先係首先探索南極嘅先驅，咁當然呢個係假啦。紀錄片開端就話呢次嘅旅程佢見過 UAP、UFO， 有長型火箭型 UFO、圓形 UFO、水底 UFO， 同呢位 Dr. Elias Vandenberg 講，當然唔係真 UFO 專家，佢再拍一個一個窿洞唔同大細，話係 UFO 嘅入口，亦有5個入外星人基地嘅各自入口，話冇軍事支持，佢唔可以做更深入嘅研究，因為係 NATO 管轄嘅範圍。之後話6個月前揾到冰牆，係地平嘅盡頭，佢話試過爬上去嘅，只係見到一片漆黑，但遺失咗嗰一啲片段。空心理論、地心世界有趣點。Oliver 呢一度講 Starlink 可以俾你世界任何一處都可以上到網。記得之前有另一個直播主就係用 Starlink 去南極，又話拍攝地心世界。到 Oliver 真正將身後17個外星人基地解釋為連接到地心世界 Agartha 嘅通道。講到呢一度，其實都講咗 Agartha 好幾次，但其實係啲乜嘢嚟嘅 Agartha？喺我哋人類歷史中用不同名字出現過，譬如 Shambhala 係住咗100萬人嘅地心世界王國，而呢個世界嘅真主就係住喺嗰個地下王國，而係隱藏喺南極。佢哋有自己嘅山，有自己嘅海，同埋有自己嘅太陽。南極守衛森嚴嘅原因就係呢一個。
Oliver 當然係笑呢件事啦，話起初係哥倫布嘅手下先揾到呢一個地方，一群蜥蜴人住，現時係光明會嘅度假勝地。笑成咁，邊個會當真？佢又直情顯示埋個入口俾你睇，佢係咪真係將真假混埋一齊呢？即使咁多笑話 ，Oliver 話佢第一次嚟南極嘅時候只係8歲，呢一度感覺好真實。乜嘢小朋友可以8歲就嚟南極啊 ？Oliver 係唔係佢嘅家族有啲份量，有啲背景啊？之後嘅時間 Oliver Tree 呢次係要嚟南極舉行音樂演出，佢亦都有提及其他嘅地心城市，譬如加州嘅 Mount Shasta 等等，好貼切嘅陰謀論者。其實時間分配上大部分都係純搞笑，研究企鵝嘅自然生態係。陰謀、冰場、外星人基地其實係不足10分鐘嘅，所以其實而家被 Twitter 講嗰樣嘢未必係真實。呢一段嘅紀錄片唔係 specifically for 拍外星人，所以我哋回歸翻真死對比假死理論。有人認為係因為佢拍咗呢一段嘅南極外星紀錄片被光明會暗殺，但好似呢個因由唔太 make sense 喎。佢呢種 mockumentary 偽紀錄片反而係discredit 呢種叫做非科學理論嘅常用工具，譬如幾年之前 Flat Earth 地平說稍為喺大眾意識出現多啲嘅時候，就有呢啲嚟自 Logan Paul 嘅偽紀錄片扮混入去地平說學會，然後就係開佢玩笑。其實同呢個 Oliver Tree 嘅紀錄片感覺好相似，呢啲其實只係證明 Oliver Tree 應該係扶植藝人，一定唔會因為拍呢一個紀錄片而被殺。但有冇真真假假將嗰個 Agartha 嘅門口真實俾我哋睇到呢？反而如果你用佢第二個假死理論去睇呢一段嘅紀錄片，可能有一啲嘅得着，唔係直接話有啲人覺得佢係揾到 Agartha 去咗 Agartha，然後好似希特拉咁樣搬咗去嗰度住，係由一啲對話嘅跡象可能透露咗佢仲未死。Oliver Tree 父母嗰一段，其中一個故事情節係講呢個 trip 上 Oliver Tree 嘅父母同佢同行。三人合演搞笑情節，而佢哋係真實係一家人嚟㗎。網絡話佢哋喺度批評 Oliver 嘅表演，大家反晒面。有一段 Oliver 身體好唔舒服，真係要好似死咁樣。有佢哋扶佢走嘅畫面，呢度差唔多係 ending 嘅時候，見到呢個你會唔會諗到直升機嘅人數？可能係我諗太多啦。反正你南極 UFO 死亡紀錄片真係會令人諗好多嘅，但可能最大嘅嗰個跡象根本就係同南極冇關，可能呢個先至係真，係呢一句。You're so good at that. I don't know way. Have a new character and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No, I just want to be the real guy, no more character. Oliver 阿媽話：你快啲重新振作啦，用新嘅角色展示自己在人前啦，俾人睇啦。佢嘅意思係 Oliver Tree 從來都係一個角色。Oliver Tree 唔係呢個人嘅真名嚟㗎，傻仔咁樣唔係佢嘅真實性格㗎。佢可以用另一個形象，靚仔認真嘅形象唱情歌出嚟都得㗎。銜接到現時嘅死亡，若果偏頗偏激嘅角度或者陰謀嘅角度，最終極嘅轉換形象就係死亡。呢個只不過係另一邊嘅陰謀，我哋係呈現嘅啫。可能用紀錄片一句咁輕描淡寫嘅説話 get 到咁多嘢係錯。但只係大家因為集中呢個南極片段，好似想挖出啲乜嘢東西嚟嘅時候，反而係呢一句阿媽輕描淡寫嘅説話變得最突出。但要尊重死咗嘅人，呢啲都係一啲嘅理論。原本一個我唔想講嘅最傷心第三個陰謀論求救論。My will is set up that when I pass, my family, no one's gonna get a penny. I mean, are we in danger? Oh, yeah. Are you in danger? Much so. 呢個係科羅佢真係有死嘅論點，繼續諗落去，話其實佢喺好多訪問中一直喺度求救。So about 2 years ago, the U.S. government was using my music to actually use torture techniques on people. I'm not kidding. 所以可能因此佢南極紀錄片播完之後，佢特別感慨，亦係銜接到最後 pan 佢嗰一幕。佢最後其實係好感動地走出台，感謝大家，亦叫大家嘅想像空間啊，要 think out of the box。你諗可能嗰樣嘢係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可能根本就係另一樣嘢。最後嘅説話就係：呢一次我脫下咗個角色，我做自己，
然後就完結咗件事。最後喺佢意外中嘅殘骸揾到佢真係死剩棚牙，只係憑驗牙嘅報告先至確認到佢身份。佢嘅 Oliver Tree Foundation Baby Geniuses 幫助新晉藝人嘅慈善團體，佢死後變得十分之成功。佢個名字 Oliver Tree 係咪就係話個 industry plant 嘅嗰個植物啊？當然呢啲都真死假死、暗殺謀殺冇死，只係大家憑呢一個爆出嚟嘅猜測嚟嘅啫，絕對唔係對死者嘅不敬，只係可能因為嗰個嘅爆炸式發生得太突然，所以就講到呢一度。I won't actually murder you. That's not selling it. Think about continuing You're life. selling it? I ain't buying it. You could continue living, I live a great life. and you want to keep living, right? No. Is Alright， 多謝大家睇到呢一度啦，咁亦都多謝我哋會員嘅朋友，你哋繼續嘅支持啦。多謝你哋，咁啊多謝你睇到10幾分鐘嘅片。如果大家想睇我拍多啲長片嘅，就喺個留言度同我講聲啦，我哋下次會拍更長嘅片。希望呢個增廣你嘅知識，同埋係到底發生乜嘢事，你自己去諗下。